上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总统赖清德伫明仔要出国访问，这是伊上任了后头届出访，伊要去访问帛琉、图瓦卢加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在友邦。路透社即马是报讲，中国有可能伫12月初6，赖总统结束访问的这段期间，伫咱台湾的周边进行军演。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摆出国访问，要伫30天开，除了访问南太平洋友邦，包含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帛琉，也无排除照管理过境夏威夷或者是关岛。根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区域安全官员评估，中共可能借机会发动联合利剑，以控制数次军演。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过境，本质上是以外谋独。任何企图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对中国可能在赖清德12月初6结束访问的前后期间，在台湾周边展开军事演习。总统府回应，中国作为区域的一部分，那照台湾总统出国访问做借口发动军演，是公然挑战区域和平稳定现状。国防部是表示，国军有信心确保国家安全。任何蓄意制造台海紧张情势的做法，都会对区域安全造成实质的威胁，也会破坏和平稳定。那么这些都不是两岸民众跟国际社会所乐见，也不是负责任现代国家应该有的表现。国防部强调，国军用无相关冲突，无引起争端做处理原则。不过面对敌情威胁，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整合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各检派适当的兵力来应变。记者综合报道。越南前总统马英九是邀请中国的学生团来咱台湾访问，加强与高港的交流行程。内底成员包括中国乒乓的选手马龙等人，因为内底成员是学生，也毋过嘛真侪拢是共青团，也是共产党的党员，这是引起民进党的立委质疑有统战的记录。也毋过陆委会和教育部是拢表示，只要是按照规定来申请的，拢欢迎来交流。体验台湾人的美食，一定爱啉粉圆零茶。前总统马英九设宴欢迎来访问的中国学生访问团，成员赴中国乒乓名将马玲，甲夏季奥运金牌杨倩，用在学生的身份来台湾交流。虽然不甲中山路过学生安排交流的时间，不过到的所在依然有真侪学生队列。是我给他写的一个小卡片，因为他其实现在可能不会太出现在赛场上了，然后他希望我们还是能对他说马龙再来一球。这摆访问团赴北京大学、清华等中国7间大学，总共40个师生。当日7名行程除了到台湾有名大学交流，也参观台北故宫101大楼、日月潭等有名景点，佮参访台湾的企业。民进党立委沈碧荣是表示，其中不少成员是共青团团员，或者是共产党党员，因为有统战的记录。大陆有将近1亿人的这个中共的党员，那这是很平常嘛？你看我们到大陆去参访，也有民进党的，也有国民党的，也有民众党的。难道大陆也要觉得说你是什么党的就不能来吗？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乐见其成两岸的这个交流。目前可能还是没有太多有可能会有这样国家安全的一些疑虑。组织以灌输统战思想，小小金反驳台湾，各具中性农政府主权甲想法。陆委会甲教育部是强调，那一切按照规定来申请甲进行，拢乐见两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透早各地拢感觉较冷较寒。越南日时的天气是真好，只有花莲台东有落雨的机会尔。咱来看分图。透早局部的所在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无到10度，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的三湾，敢若8度半。气象署有针对桃园、新竹县、苗栗发布低温特报，也毋过日时日头出来温度就会回升。北部宜兰花莲高温今仔日是伫19度至20度左右，其他所在今仔日的高温有22度至25度，会感觉较舒适。也毋过暗时呢，温度又会下降。北台湾暗时低温剩10度左右，也个其他所在是11度至13度。
南韩的首尔27是落今年寒天头一场雪，积雪有16公分半，创下52年来积雪上高的纪录。也那落雪嘛造成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韩国媒体就报讲，一寡所在因为落大雪，有150班的航班，也有89班的客船，拢因为落大雪来取消。首尔27度初雪，加速金北大地。也路条会1907年伫全国雪检控站了后，有记录以来上大落雪量。韩国气象厅表示，当日早起7点测到16.5公分的积雪，超过1972年11月282.4公分的记录。首尔北边甲附近地区落雪量200毫米。 저번 주만 해도 막 그 11월 가을이 약간 좀 따뜻하다고 느꼈는데 이게 일주일 만에 거의 겨울 왕국이 된 느낌이어서 저녁에 퇴근할 때면 혹시 길이 미끄러워서 좀 괜찮을지. 当日进前，首尔部分地区因为秋雨倒去停电超过150户受影响。韩联社报道，当局针对首尔宽甲江原道等地发出大雪预警，到下晡6点，150只航班甲89只客船取消。当地媒体报道，也有道路封起交通服务延误等。另外，伫首尔附近的丰川郡，有人因为天气造成交通意外不幸死亡甲受伤。除了首尔，全国大部分地区也雨大雪砍掉咧。中部、东部的西南部地区。 落雪量100到230毫米，全国机场至少220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国际新闻恩文玲报道。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2024年台湾的网络报告调查，报告是显示讲，49岁以下的民众大部分拢是靠社群媒体来了解新闻。有7成的民众嘛认为讲，网络顶悬的言论拢有网军在操控。也若看社群平台3年来嘛有一寡改变，面册的市占率降1成，若找今年是提升到第6名，已经赢过迪卡甲小红书。 来看《中国时报》，2019年犯下台南玉井放火，造成7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的凶手詹文岩，最近最高法院是昨昏引用大法官对死刑的解说，认定伊有自首，而且伊有精神疾病，有相当的理由未当判死刑，转甲改判无期徒刑专案确定。这是死刑实现了后头一件免死刑改变判决的案例。 来看《联合报》，行政议会今仔日会讨论民法1085条的修法草案，会将法条当中父母会当伫范围内顶改囝字的这个顶改这2字甲汰掉，会将改做父母爱保护、爱教育未成年的囝字，爱考虑囡仔的年岁，也有发展的程度，袂使对囡仔囝字有身心暴力的行为。 来关心前劳动部长柯明春，防指控伫2012年，伊替就业安定基金365万举办演唱会，涉嫌贪污，检方即马是分他治案来调查。劳动部北军署前署长谢依荣，嘛防指控摕钱买判手去送人，佮牵涉工课场的霸凌，即马嘛防列做他治案的被告。 前劳动部长柯明春是伫2年前，伊伫性别工作平等法20周年的音乐会顶悬上台去唱歌。伊即摆防指控讲是摕就业安定基金的钱去办演唱会，涉嫌贪污。台北地检署即摆分他治案咧调查，甲柯明春列做被告。另外，劳动部北军署公务员行底路这个案件，前北军署长谢依荣即摆嘛防列做他治案的被告，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 来关心世界12强的棒球赛，咱台湾队摕到冠军。25回来到桃园机场的时，场面有较乱，因为想袂到免税店的员工常常是总即摆内底，那要和副总统萧美琴伫遐翕相，佮邮布条啊咧做宣传。有日本是批评讲，这人的行为伤悍啊！即马彩票公司会互桃园机场公司罚100万。 中华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摕下冠军，未少球迷25到桃园机场迎接球员胜利返来。无想到穿黄色顶衫的彩民免税店员工，雄雄冲到副总统萧美琴的边仔来做伙翕相，要求家己公司的布条宣传，引发网友批评黄金之乱。对此，立委质疑，或者萧美琴为安的国安特勤人员有所失。
采蒙这个乱入的时候呢，我们国安人员居然是没有任何的作为。管制区内相形简单很多，就是维安的状况比较单纯，所以就出了这个疏漏。黄衣服的人甚至转头过来吼我们的维安人员，叫你们退后。那难道我们的维安人员就是特勤人员说一个大妈叫你退后你就退后了吗？你刚提的这段我没看到，但是我们维安人员都在旁边。另外，由立委批评土地公司无做好事前有限的演练，要求3天内交出检讨报告。交通部长陈世开始讲，产品公司无机会同意就家己走入去翕相，唔但影响土地公司的形象，也影响整个机场的运作，会追究责任来开发。国家的运动员不是让特定的公司拿来当做宣传的工具或者是道具，所以我们要求陶机公司要立即做检讨。惩罚性的一个罚款，是可以处以20万到100万这样子的一个罚款。那我们这个部分初步检讨，我们会以最高金额100万来处罚。红点名的产品公司是发本系实的，严格网友委员真生气，在网络上发动抵制。也那产品公司27时搁再发声明强调，会捐出3000万块，转送来正水，为期5年，培育台湾青少年棒球发展的经济计划基金。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野球队摕到世界冠军，大家拢真欢喜。伫台南官标有世界比赛吊顶的总决赛，连续2天拍卤面，请大家食。另外，伫在地真出名画看板的画家颜真发老师，嘛头家开课，免费免钱要教大家画单结线，用特别的方式替咱台湾英雄庆祝。甲实在等你去大鼎炒，搁再加上配料面，一碗真有名的关庙卤面就做好势。捌伫咧世界足球争霸战摕到金牌，关庙在地总决赛罗正治，为了要庆祝台湾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摕到冠军，连续2天准备在地小食，也搁100份的卤面，要来招待乡亲，和大家做伙分享这份光荣。那个打棒球，那个棒球队要庆祝棒球队的人员，很不容易击败各国的强队，终于拿到第一。是第二，因为我们在地也产生一个我们那个王建民教练，大家都知道的，也借个这个机会与他们分享。100份的关庙面，7分钟内就分了，也会当看出民众热情。除了这以外，用手画电影看板真出名的画师颜真发，透早就伫画室内面开始画。这届伊选的主角是台湾队长陈杰宪，而且伊最近要进驻南赛道文创园区，伫咧12月初5到初8头一届开课，无要收学费。头一节课就是要庆祝咱台湾队伫棒球赛摕到世界冠军，邀请民众伫咧历史意义的这个时刻，大家做伙来画图。我对着讲去看，好，迄厉害，单科出心起来嘛，所以累积出来一种那个心境啊。其实可以跟大师亲自学习，这个机会是很难的。台湾这届甲日本队拍败，创下摕到金牌纪录，规台湾是拢真欢喜。各行各业会用家己的方式来替台湾队庆祝，希望这种的气势会当延续到明年经典赛、资格赛，搁再拼到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摕到世界冠军，咱的台湾队长陈杰宪在冠军赛讲出3分红不让的时，伊伫胸坎有比一个四角形的手势，伊讲这是代表台湾的意思。即马就有民间团体讲，伫即届的比赛，那国内真侪民众拢叫咱家己是台湾队，外国媒体嘛讲咱是台湾队。民间团体就认为，咱按趁这个时阵，赶紧来推动正名，互咱的代表队未来伫国际上比赛，拢会当用台湾队这个名。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得到冠军。伫对战日本队的冠军赛，咱队长陈杰宪讲出3分红让了后，这个四角形的手势，和外界好贤代表什么？当然，那个手势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从台湾来的。真的很谢谢你们相挺，咱都是台湾人，谢谢，谢谢。虽然咱参赛队名是用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不过为球员、球迷到侪国内外媒体，拢是叫咱台湾队。有民间团体认为，即马台湾民间甲国际社会拢叫咱台湾这个名已经有意识，应该趁这个机会推出正名。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其实对台湾可能无重视啦。经过这几年来咱台湾的名声在世界上有名啦大家拢称呼咱台湾。2018年的时，前田建国手记者发起公投，希望咱通以台湾这个名申请参加2020东京奥运，落尾公投无通过。其
其中就是有包括运动员甲民众烦恼，用台湾申请比赛会抵触咱的参赛权，和中国打压。变成台湾队啊，可能就是变成说有进一步的突破，感觉会引起一些大陆的不满，然后就有一些争议之类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啊。以前的国家拢对这中国这个独裁这反感啦，所以咱其实可以结合这些爱好民主的国家来对共同来对中国有关这个抗议。咱相信国内先做起，叫我到真正介意这个台湾。民间团体讲，台湾队正名会使民间、政府做会杀，民间为改变口语、书写范式开始正名台湾队，政府也通透过外交系统，为理念相同的国家开始推塞台湾这个名。但是民众也烦恼，这个行动会刺激中国，就可能需要政府镜头壳斟酌计划，一步一步来推塞。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另外，芭蕾奥运女子模性具金牌选手林旭婷去参加世界群众年终赛，主办单位竟然是质疑伊的性别，即马教练决定主动退赛来表示抗议。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要求要确保咱的选手参加国际比赛权利，体育署嘛安排相关人员和医师去和世界群众来直接。相片内底模性具团队比大埔讲，台湾查某囝芭蕾奥运女子模性具金牌选手林玉婷去英国备战世界群众年终赛。这是伊伫奥运摕到金牌了后头一场国际赛。林玉婷伫面册写，无论对手是谁，拢会尽全力。毋过无想到，佫卷入性别的争议，互主办单位世界群众质疑参赛资格。教练詹志强避免林玉婷二次伤害，决定主动退赛抗议。曾教练。在衡量各种的情况底下，为了保护我们医疗的资讯，那么也避免造成无谓的讨论，决定要退出这种的比赛。需要的时候，透过法律的协助，来保障参与接下来的所有国际比赛的各种的权利。杜英泰讲，林玉婷是奥运女子模性具金牌得主，唔免怀疑。对于主动退赛感觉遗憾，体育署预判可能发生的状况。这届指派副署长方瑞文、中华奥会副主官陈怡安，也甲模性具协会秘书长偏俊明对团主动协助。林玉婷嘛同意伫当地接受医疗检查，不过也是无互世界群众接受。世界拳击总会的医疗委员会也缺乏资讯保密的程序。可以保障我方递交林玉婷她完整的医疗资讯哦，我们就是希望派出我们的医疗委员哦，林英洲医师主动跟世界拳击总会医疗委员会做面对面的对谈，拟定合理的参赛规范。林玉婷较早对抗国际群众霸凌，即马佫面临世界群众质疑性别。电视中表示，世界群众去年才成立，法规程序无完善，医疗资讯保密的程序还未做到位。教练认为无法度保障林玉婷的权益，调解立委爱政府应该协助找出国际运动仲裁机制，在协助选手遇到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必须要诉求国际运动仲裁机制，为选手争取相关权益。今天世界拳总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一次其他的杯赛会不会也用如此的方式来做刁难？外界烦恼是不是会影响林玉婷国际比赛资格，包含2028年奥运比赛的权利。体育署表示会安排拳击协会医疗委员会林英洲医师加世界群众医疗委员会面谈，协助拟定类控制度，保障选手参赛资格。记者综合报道。纪录片《国有器官》是咧讲中国刚摕器官的代志。这影片伫咱台湾放送了后，涉及到炸弹恐吓，包括电影院也个文化部拢有受到威胁。国安局即嘛是分析讲，中国是下海咧控制咱的自由，台湾人若是互中国锁定讲是歹毒，要去一寡立场较歪中国的国家，国安局嘛提醒讲一定要设置。我对面的医生让我去取眼球。纪录片《国有器官》内面讲到中国的高官把外人的器官，无想到讲伫台湾播映了影城和网军攻击，受到恐吓诱惊，讲有伫咧影城内面放炸弹，被组织因放纪录片。就连中华关议会甲高雄市议会、文化部拢受害。刑事局有接到28件恐吓案件，以高雄市7件上罪。初步研判，嫌犯成境外跳板的手法来发案。透过14个国家的跳板跳再到我们这边来，那这个包括这一次包括有14个机构，公部门还有私部门的机构有接到这些邮件。国内被恐吓的这样事件是不知道是来自于哪里。目前我们还在厘清。
针对网络攻击的幕后首脑是个人的行为，也是中共政权伫咧操作，警方也搁伫咧调查。但是国安局分析，中共对台湾的长手管辖，伫台湾内部营造反独促统。刘伟关心，若是个人被列做台独分子名单内面，中共是毋是透过长手管辖伫国外掠人，搁再由亲中的国家协助引渡？引渡是有前提的哈，必须是司法犯罪。像政治犯，他们是不引渡的哈，有在排除条款。当然有些是比较亲中国家哈，这个是比较有风险性的。刘伟问讲，中共是毋是有伫台湾监控个人？张万斌表示，有掌握到中共是要发展组织，抑个协力者伫台湾有资料的行为，各项单位有继续伫咧收集相关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的国台办伫昨昏又有公开2个条件，讲咱台湾若是取消禁团令，也佮有铁度两岸人员往来甲各领域交流合作的禁令，因就会研究佮要扩大中国旅客来咱台湾观光的可能性。也毋过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认为讲，即阵两岸观光交流也是去遐较济，来咱台湾的较少，是中国的限制较济，并无看到中国有善意的回应。两岸旅游还未解决，进前中国开放福建居民来金门、甲马祖佚佗。中国国台办27个公开提出2个条件，包括台湾取消禁团令，佮铁度对两岸人民来往甲各领域交流合作的禁限令。到时阵就会研究扩大中国旅客来台湾本岛甲澎湖佚佗。只要民进党当局取消禁团令，我们将在恢复大陆居民赴马祖、金门旅游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扩大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现在还是去的多，来的少。那相对起来，其实台湾对于观光旅游方面的限制，其实相对是相当少的。中国大陆那边对于观光方面用政治上面的干扰跟限制相当的多。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赶快解禁，可以让他们观光客来台湾。台湾其实都相当的欢迎。陈世凯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台湾去中国的旅客应该有超过200多万人次。中国来台湾的旅客煞干那20-30万人，呼吁中国赶紧解禁，让观光客来台湾。两岸关系正紧张，外界嘛伫关心今年的双城论坛敢会停办。不过，即马有机会传出双城论坛上可能的举办时间是12月16至18，不过时间还未做最后的确认。双城好，两岸好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认为一定要办，所以我们有信心今年可以举办。双城论坛的相关事宜呢，我们都持续的在规划协商当中。如果有确定的消息，我们会尽快来对外说明。两岸的大环境越是困难的情况底下，就更需要对话跟交流。根据了解，上海市政府最近送出代表团名单，市政府已经送名单陆续向陆委会申请。若是来台湾的专辑，今年上海市政府可能会派副市长花园带团出席伫台北举办的双城论坛。不过嘛，传出双方也伫安排，有可能用视讯的方式，和蒋万安甲上海市长景靖用视讯的方式共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英国的《金融时报》有报讲，中国的国防部长党军即马因为贪污的问题，当地接受中国的调查。也毋过呢，中国官方并无对外回应，嘛无对外说明。若是真正有影安尼，党军就会是连续第3个互中国掠去调查的国防部长。现年63岁，党军伫中国解放军海军单位任职真久啊。2021年升任海军司令员，2023年底接替因为贪污遭到免职甲调查的李尚福，成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一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依照中国党政军的惯例，国防部长同时具备国务委员，也有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不过，党军一直无得到提名建立中央军委会。金融时报指出，这互外界对一开始就对这位海军上将伫党政军界地位是有所质疑。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国防部长毋是解放军的权力核心，反倒当时较亲像解放军游走国际间的看板的人物。亲像党军就捌伫2004年6月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并且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一个闭门的会谈。我们认为，两军之间正因为有分歧，所以才要多交流。即使道不同，
也不能搞对抗。关键是要坚持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找到两军正确的相处之道。不过随后，美国对6月到10月中间这摆来公布对台湾的军售案，包含 F-16战机的相关装备甲零件，要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西讲进前伫辽国举行的东南亚国防部长会议，党军是过去到奥斯汀见面。无到1礼拜了后，就传出党军因为贪污的问题做着调查。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又对外放调讲，伊要甲墨西哥、加拿大扣重税。伫墨西哥布局台湾 AI server 供应链有可能会受到冲击。鸿海董事长刘永伟表示，这是国家和国家的竞争，这段时间先点点啊看。因为咱经济部长郭志辉，伊认为受影响的可能是电子制造业，政府会协助台商换所在。货运卡车排队准备通过大桥，为墨西哥进入美国境内。这个景象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放调讲，上任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收25%的关税，才出现这个变化。墨西哥总统宣鲍姆警告，这会扰乱两国的经济。Entonces es mejor que dialoguemos y nos pongamos de acuerdo en todos estos temas y en otros que son relevantes. 虽然鲍姆暗示可能会进行报复，同款互人点名的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嘛无用伫应用。Clearly spoke with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hour and a half after he put out his suggestion on tariffs. The reality i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 to protect Canadian jobs. 伫墨西哥布局的台湾 AI 电脑供应链上大性影响到，包括伟影、伟创甲营业达，伫墨西哥产能的比例真悬。鸿海嘛，当地当地兴建大型 AI 电脑工厂，董事长刘永伟表示，会先观察几阵嘛。现在你们看到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还没有到企业，所以25或是增加10，到底是多少？他们都互相在博弈中。开大钱，希望伫墨西哥设厂就近供回予美国。受冲击的还有台湾特斯拉供应链、广达、豪硕、一成 KY、茂联 KY。经济部长郭志辉评估，电子制造业可能受到影响。EMS 大部分都在德州旁边就是新墨西哥州附近嘛，所以我想，应该他们那个是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跟布局了。川普都还未上任，伊讲的话术扰乱全球的布局。除了大厂以外，甲富士康伫墨西哥有合作案的惠达、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也甲中国、南韩、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哪有可能变作关税前头一批对象？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政府即马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也有青少年去使用社群平台。澳洲的众议院27日时已经表决通过相关的法案，刷到来要交付参议院去辩论。总共这项立法真正通过，会当对违规的企业上悬是罚5000万的澳币，超过代票10亿。不过青少年和家长即马看法无相同，学者嘛认为讲，这项立法无去思考欠救治。澳洲众议院表决10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一项全球首创禁止16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用社群媒体平台的法案。这是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政府进行推动的法案，随去会交付参议院辩论，做最后决定。有受害青少年家庭认为，这为澳洲至少提供保护。Anyone that says that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has not lived through my life, nor the hundreds of mums and dads that I've met in the last 8 months that have had their kids extorted and taken their lives as well. 若法案通过，无土前执行禁令的企业会面临相关5000万澳币，超过代票10亿的罚款。社群媒体公司认为，这项法律模糊有问题，而且凊彩。有青少年也表示，禁令恐惊会感觉更加孤立。Since I struggle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lik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 think it would make those a lot worse than they already are, and could really affect, my life if going, in the long term. 学者分析指出，这个立法欠缺周全考虑，全面禁止一项向社群媒体，第二无的确有效，不过可能会互挖苦社群的青少年孤立，大人也可能伫个平台发表更较无适当的内容。
young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in anyway. And we see thi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think I've pointed to China before as a good example. They've banned internet for some time, yet people still use the internet. 中國的影片社群媒體抖音的國際版 TikTok 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受歐美政府愈來愈大壓力。TikTok 宣布會加強防範13歲以下用戶，希望年歲註冊，佢限制18歲以下用戶用美顏濾鏡來改善平台對地球安全。公司新聞鄭偉珍報道。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出回憶錄約30種意見佇世界出版，發表會頂懸梅克爾嘛和大家分享這16年來的點點滴滴。伊強調講，即馬德國和綠色愛關係，也個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在議題，種種的政策攏是對德國有利。德國前總理梅克爾的回憶錄26正式發行，必定的書店要設專區，更一本736頁，名叫做《自由的前總理回憶錄》。真侪民眾對梅克爾安怎講伊任內幾多項政經加外交決策真好奇。Ich bin zumindest gespannt, wie sie sich das selber interpretiert und wie ihre Sichtweise der Dinge ist. Also es gab viel Kritik an ihrer Energiepolitik, an ihrer Russlandpolitik, auch an ihrer Migrationspolitik und ich möchte gerne lesen, wie sie es in ihren eigenen Worten darstellt. 70歲梅克爾在2021年提來了，外界檢視伊任內各項決策，包括對俄羅斯無夠強硬，想過依賴俄國嘅天然氣嘅能源政策。同時，伊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卻演變成為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局面。梅克爾在26個新書發表會強調，伊迄當陣的決策並無唔對。War ich der Meinung, wir haben Wirtschaftssanktionen vertreten. Ich war im Übrigen manchmal strenger bei den Wirtschaftssanktionen als andere. War ich der Meinung, einerseits ging es um billiges Gas, das war gut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ndererseits wollte ich auch nicht alle 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zu Russland kappen. 梅克爾伊在任內對移民採取溫和的措施。2015年開放邊境，提供89萬來自敘利亞、伊朗加阿富汗的難民庇護。和外界批評就是安尼時，和國內自由派勢力擴大。對此，伊反駁講，迄當只是輕重問題，看安怎辦。若是無開放邊境，會造成更加大的問題。伊希望後邊就要誠濟守護邊境的領導區域。伊佇咧書內面也講到伊對各國領導人的觀察，認為普丁下令入侵烏克蘭是傷過全國家己的實力，因過外界無應該低估普丁以野蠻加殘酷的野心。梅克爾也形容伊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意見差誠多，批評中國佇咧南海擴權，抑個唔肯甲台灣制定找一個解決兩岸衝突的方法。同時，伊也講中國的政治人物無認真佇咧看待多邊主義。公司新聞張淑芬報道。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對外證實講，部分川普提名內閣的新政府內閣準官員，即馬受到炸彈威脅，已經成做防攻擊的目標。相關單位趕緊採取行動，要確保因的安全。繼續關心2016年到2017年，羅興亞人和緬甸軍爆發衝突。根據聯合國的調查，超過73萬的羅興亞人遭去隔壁國孟加拉，面對種族滅絕的迫害。國際刑事法院即馬是請求法官對緬甸軍政府的領袖發出逮捕令，指控伊犯下違反人道罪。繼續關心七大工業國集團 G7 外長會議昨昏結束，會後有發布聯合聲明，內底有講到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和國際安全的重要性，嘛要求中國愛去保護香港、新疆和西藏的人權。鏡頭轉來國內，鏡頭來雲林有國校啊收到校友的檢舉。講學校內底一個姓陳的查甫老師，20年前會甲學生囡仔烏白來性侵害。學校表示，這個老師佇今年8月份已經退休啊，目前有接到2件檢舉，正在進行調查。人本基金會是呼籲講，縣府愛擴大調查，嘛愛修法，避免這款老師走去補習班教冊。在雲林一間國小，今年8月中收到畢業的查某校友檢舉，指講20當前佇遮讀冊的時陣，予一個細漢的查甫老師騙訴性侵害，趁中晝休困時間，甲伊帶去電腦教室侵犯。因為今年家族有囡仔要來遮讀冊，發現細漢的老師閣佇遮教決定要檢舉，學校正式接到2件檢舉案，隨啟動性別調查。8月份接到畢業校友申請調查。
学校召开性评会，决议受理并启动后续的调查。目前还在调查阶段中。另外一个检举案是10月的时阵通报的，受害者讲是伫读国小的时阵，互细汉的老师性骚扰。学校讲，细汉的老师伫学校服务已经20多冬，做导师和组长，已经伫今年8月初一退休。婚姻管教育处强调讲，性平调查小组的委员拢是外聘，目前是照性平案件的流程，访谈双方的当事人，会照调查报告的结果再来依法处理。完全依照性平案件处理的流程在走，调查小组外聘这些调查委员还在调查，在最后再撰写这个调查报告的。虽然法有定定说有这些行为、有这些调查属实状况要解聘，但是呢，唯一补习班可以确认的是，如果他要求这个应聘的老师去申请良民证，他可以查询刑法上的问题。如果是行政调查，就不会查得到，这会是一个可能的漏洞。人本教育基金会嘛强调讲，政府应该随开始扩大调查，嘛呼吁爱守法，避免这老师转入去补习班，因为现行补习业者，敢若会当要求请的老师申请良民证，了解敢有兴趣专科，但是无法度查行政下正在调查资料，有可能会变作一个破口，互其他学生因为安尼爱承受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伫高雄有嫌犯是惊要进口合法的化学品，说是偷走私二级毒品依托米酯有135公斤，检方即马当地追查源头。咱国内伫10月份到11月初有启动掠毒品的专案，计共有抓到2300外嫌犯，而且嘛查到超过4000公斤的毒品。总集起抓人，10月警政署宝山总队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伫高雄真武查到走私的第2级毒品依托米酯，总共27袋，135公斤重。嫌犯以贸易公司的名申报进口化学品，以报65公斤，最后增加到265公斤，引起检警的怀疑。检查进口的化学桶，发现内底藏依托米酯。犯嫌十分狡猾，他在上层的部分，化学桶的上层的部分是放合法申报的化学品的化料，那在下层的部分才是摆放这个3级毒品依托米酯。犯嫌把货物送到了这个高雄市仁武区的一处空旷的广场，在这个广场这边进行验货，警方就执行强力的攻坚查缉，那成功的逮捕这个叶嫌一人。依托米酯135公斤，应该是目前所查获的最大重量。初估可以做成135万颗的烟弹。检警怀疑5无后的卖毒集团，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新型毒品甲进口的手法一直变化。现正因为10月到11月初执行第11波安基缉毒专案，拜三公布阶段成果，计共抓到2313人，查到各级的毒品4160公斤。我们如果自己轻忽了，很多来源原料制作会跑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抓得不够严谨。如果我们抓得严谨，我们的刑责很重，大家的努力，他们应该会却步。行政院长都应提讲，毒品是跨国的问题，若是觉察就有可能有毒品供应链会入来台湾。嘛强调政府现阶段重要工作，会透过关务人员等，国内6大缉毒系统，甲毒品伫关外就挡落来，而且加强国内的调查工作，展现政府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台中副理长接到检举，讲有一间能源公司的工厂内底有传出歹味，敢若是在偷排废气。所以伫去年10月份的时，这个理长就走入去内底翕相，落尾呢叫这间能源公司告，讲这个理长入侵私人的建筑物，也若法院尾嘛，甲这个理长判拘役20天，即嘛这个理长是真不服。台中代理一间能源公司，去年10月去互民众检举制造空污。当地台管理的理长林瑞兴，半暝啊看到厂房咧庆烟，就入去翕相录影，提供互时代力量开记者会，说是去互公司提告刑罚，诬告入侵别人的建筑。台中地院甲判拘役20天。本案经本院法官审理后，认为被告并无公权力可以擅自进入他人建筑物内。其行为系犯刑法第306条第1项的无故侵入他人建筑物罪。
判处被告拘役20日，如一颗罚金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电影表示，这间公司有几个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去互检举裁罚的记录。里长犯罪动机是因为伊做里长关心里内代志，才会犯案冒承认，所以讲才会判区役，会当1颗罚金。林瑞兴就发冤枉，讲是看到这厂区咧请乌烟，而且大门开开无人回应，为着公众利益，甲公安才入去了解状况，考虑要上诉。这样子是不是告诉所有的里长说，以后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都要等到相关的单位会同才能够进去？啊，这样子是不是时间上会不会来不及了？制造空污，这不是我们制造，就提出了所谓的诉愿，所以目前这个案件是诉愿中。无罪推论，我还强调一句哈，无罪推论哦，法院或诉愿委员会还没有做成决议之前，我不是有罪哦。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这间公司今年有2届违规，以控污法罚20万。不过，另外公司是反驳外界指控，强调是去向恶意检举，对裁罚的结果不满提出诉愿。里长嘛不应该安尼入侵厂区。里长是为了大家的公益，那更何况这家公司后来也因为我们去揭露了这家 SRF 制造厂的问题，那才促成环境部后来针对 SRF 制造厂使用厂去进行总体检。要提里长翕的画面开记者会，环保团体认为讲，要检举空污本来就真无简单，这款判决恐惊会造成更较侪人唔敢出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铁的延伸案，要顺登到屏东的路线，目前有2个方案。交通部昨昏伫左营开头一场说明会，向民众说明无共方案会有啥物款无共的影响。因若住伫西港路段的民众是较烦恼讲，因的交通会进入黑暗期，而且嘛烦恼骑街，敢会因为安尼互拆掉。交通部计划高铁要延伸到屏东，因为出现左营甲高雄2种方案爱讨论。铁道局27办头一场的说明会，特别伫咧左营站附近的福山里来召开。现场民众大多数对高雄方案有意见，有人表示讲高铁准若对高雄市区驶入来，安尼路线是毋是就甲台铁重复咧？高铁啊，和台铁有啥物无共款？和捷运有啥物无共款？这不是起一条新的捷运尔嘛？所以今日你若是左营方案，我没有办法解决，我是建议安尼啦，不要盖了。进一步的规划跟设计阶段呢，我们会透过第一个优先利用公有土地第二个透过先进的工法跟前盾的方式呢，来减少这部分对相关的民众的财产的一些影响。希望铁道局局长强调，准若采用高雄方案，会尽量减少工程的冲击。不过，因为高雄市才拄结束20档的铁基路地下化的工程，高雄站附近三明区的居民表示讲，新的高雄车站才拄完工，即马拢唔知影要安怎施工，车头又搁爱重新起，在地民众无可能支持。24小时呢？已经差20档啊，对无？你即马高铁要过来遮，重点就是讲要过来甲阮拆厝。你拆到倒位，到倒位，前盾到倒位，明我到倒位，你要讲说明啊，拢无啊。为着消透民众嫌疑，铁道局按算伫咧4个行政区开民众说明会。铁道局表示，目前阁犹未决定要用倒一个方案。针对民众的质疑，铁道局拢会斟酌评估。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来看世界棒球12强赛，咱台湾队摕到冠军，唔那安尼，即马咱的台湾囡仔伫U12亚洲小棒锦标赛嘛表现甲真赞，跌入去复赛了后，昨昏是对中国，咱是以16-0甲中国队拍甲密密麻麻，提早伫第4局就结束啊。因那今仔日，咱台湾囡仔要对决日本拼冠军。正大力讲出外野的安打，全场是跳甲一直休，选手轮流起立，直到一直讲出好球。外交手臂的状态同款等正悬的水准，投手嘛强势压制，一直起因三振，不互对手有任何机会。每一场球赛我们认真努力去打，这样就赢。台湾小将去到日本出战 U12亚洲小棒锦标赛，一路过关。复赛第一战27是对决中国，以16-0完封对手，而且比赛阁敢若拍4局就提前结束。
在实力伯仲之间的这个台日韩3队。对战中谁能够掌握到的进攻契机的话，那谁获胜的几率就会大增。复赛有一场的对手是强棒地主日本，这场台日大战搁要开始啊！教练嘛到球场来整肃记录各国的比赛，希望帮助台湾国际赛搁一摆摕冠军。尤其伫12强的经典赛了后，野球人才的培训嘛引起讨论。我们很感动的是他自己的主动积极。其实场由江坤宇、林玉明等人，拢是细汉囡仔的时阵就投入野球训练。汤圆嘛第一个出声，宣布投入1000万成立野球天赛基金。高雄嘛拍算明年增编1500万的预算来补助3级野球，但是具体应该安怎做，才会当让国内野球的发展变得更较好。日本，你看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好？你看他高中就有将近2000多队了。那台湾才是有多少队？我们把这个面能够做大一点，国小开始就慢慢的给他们基础的养成，慢慢的一步步的这样上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偏远学校的学生，偏远地区的学校，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们天龙国的学校应该有很多的经费，那就一直不断的可能被拒绝。以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现在是纯棒球的学校，可是我们专任教练只有1位，真的不足。来看目前的困境，有经费无够、募款困难、企业的赞助少、欠专职教练等等。对大方向去看，嘛有球队的数量无够侪的状况，更有学校讲到运动科学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只能做到的，应该是停留在所有我们数据的收集跟分析。在应用的部分，我们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要培育出更较侪优秀的野球国手，对师资、金源、科技设备敢唔普及？目前看起来，伫真侪层面拢有需要拍拼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队摕到世界冠军，即马咱国内野球的运动嘛是热扑扑。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就讲，若准宜兰罗东的运动公园棒球场改善工程会当伫明年6月份完成，安尼职棒就有机会伫2026年的时去宜兰举办。官府是表示，毋过呢上紧爱到2026年1月份才通完工，也毋过官府会拍拼去争取。选手咧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做打球的练习，毋过连续几啊天的大雨，会当看到球场的外野草埔看了无完整，土马是看现现。附近休息区甲牛棚设备嘛真简单。来这看球的民众认为讲，这个情形应该随改善。他应该那个场地在扩充啊，感觉有点阳春。应该要积极的培养那个青少年、青棒、职棒的东西啊。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2016年捌举办职棒的比赛，所发生跳电的问题，了后就无阁安排任何职棒的比赛。地方积极争取复赛，不过因为棒球场的设施一直互批评，要复赛唔知爱到伫当时。官府今年顺利向体育署争取到4300万的预算来改善球场设备。蔡会长很明确的点出，宜兰县政府应该尽速的来整修相关的场地，期望能够在明年6月底前改善完成，提报职棒来场刊。中华职棒联盟会长蔡其昌家立委陈俊武答应讲。罗东运动公园棒球场改善的工程，乃当伫明年6月完成。职棒有机会伫2016年4月伫宜兰复赛。不过，官府的改善工程上紧要等到2026年2月才会当完工。基层恐惊有配合。这个我想我们会在兼顾我们的设计跟施工品质，我们会尽可能的在这样子的前提下来让促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官府讲会伫兼顾工程品质的前提之下，尽量促成职棒复赛。不过，若是办伫休困日，外县市的球迷恐惊会拄到国道5号塞车等等交通的问题。这个做法敢有效益，嘛引起疑虑。官府讲，台62线延伸到宜兰，可行性的评估公路局已经送去行政院，会持续促成这个工程，希望会当解决宜兰交通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咱歌戏演员孙翠凤有出一本新册，是记录伊伫戏台顶扮演的查甫人，也来伫戏边卡伊生活中的查甫人，也就是伊的翁婿棉花园总园团长陈胜福，冒到现场甲牵手支持。大
大家会叫到这么大声、这么欢喜，是因为歌戏演员孙翠芳出场啊。孙翠芳出新册，名号做孙翠芳甲伊的查甫人，记录着伊伫台顶演过小生角色。孙翠芳嘛特别分享家己原本是连台语拢讲袂练当的外省人，嫁入去歌戏的大家庭明花园，对学台语、唱歌戏一路到搬戏的过程。你想要有这个大家族，会当认同你这个外省婆啊，那你得要有所的牺牲。最后要上台表演不是那么容易，我的台语爱学甲足精准，而且爱学文言文，而且爱去学台语的咱讲的是日语甲俗语。孙翠芳甲伊的查甫人内面有一位是伊戏白卡的查甫人，就是伊的翁婿嘛，就是明花园的总团长陈胜虎，伊嘛特别分享伊的牵手孙翠芳拄学歌戏的笑亏台。这个上台讲口白，讲一句尔。阮爸爸从冲去后台，甲阮导演，阮弟弟讲，恁无恁嫂嫂也去演戏，安尼伊的台语无人听有。孙翠芳讲，对小段演到小生，伊拢总用3年的时间去研究查甫人，内面有浪子、有皇帝，各有法律无边的大仙。伊讲过程虽然辛苦，不过伫伊的生命内面，从来就无放弃2个字。即马对伊来讲，上重要的就是对歌戏的传承，这个决心伊嘛绝对袂放弃。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国际新闻，来关心世界上上届长退休的查甫人，也就是英国的尼廷斯伍德，伊伫11月25过身啊，伊食到112岁。英国领事约翰·廷尼斯伍德也出来人证实，已经伫咧25踮英格兰南港当地疗养期过身，享受112岁。伊出来人讲，廷尼斯伍德活伫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天，是互爱甲音乐包围。伊是英超利物浦终身球迷。2024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全世界上老的人士，委内瑞拉的男子莫拉，以114岁过身了，就话廷尼斯伍德成做世界上上长退休的人。John, I'm pleased to confirm that at the age of 111 years, 222 days old, you are the oldest man. 伊出世迄年，也拄好是铁达尼号沉船迄年。I can remember my first day at school at the age of 5. Well, it's not much earlier than that that I can remember. 廷尼斯伍德甲 BBC 讲，伊自少年的时阵就真活泼，而且行真侪路。伊甲伊的牵手鲍德温结婚44年，伊的牵手伫1986年过身。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伊伫咧皇家邮政抑个壳牌等公司工作。退休了的生活甲教会互动真接。伊出来人伫声明内面讲，廷尼斯伍德人真巧。果断、勇敢，拄到任何危机拢会当保持冷静，说话方面真熬，而且真熬开讲。这个拢互伊伫咧二次世界大战踮皇家军队服役时阵有真大的发挥空间。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是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有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3度。外岛14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